机床领域的全球老三，德国的德玛吉呢，要为在中国销售的高端数控机床呢安装位置传感器。这个位置传感器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防止机床的移动，然后或者是再出口及转型做别的生产的特殊零件的用途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只要移动这个机器，设备呢就会自动感知，然后自动锁机。只有原厂呢才能去解锁，不然呢就是废铁一堆。其实呢，这些呢都是多年的老新闻了。国外出口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高精尖机床呢，几乎100%都是带着电子镣铐来到我们国内的。打个比方，就像这台德国通快的3120的数控机床，从北京拉回来到我们仓库呢就不会动了，机床呢就会自动锁机，还要高价呢请原厂人呢过来去解锁。说我们个人呢根本没能力去解锁，它的数控系统、光幕、驱动，包括所有的程序里面呢，都是通过光纤去通信的，而且呢，它的通讯芯片呢都有加密协议，所以说呢，根据我们个人能力呢，根本没办法去解锁，所以呢，你还没办法去限制人家，因为人家国外的所有的精密的数控机床厂家呢，几乎都是自己研发，而且呢，不采购本土之外的别国的零部件。我们看一下这日本20年前的数控的折弯机，8轴的数控折弯机，这里面呢几乎没有一个日本本土之外的零部件，却完全的自主研发。你说你怎么反制？包括这一条后挡料的横梁，能够实现左右的自动上下，然后左右的自动前后，档指的自动左右，6轴功能，就这一条简单的横梁，我们国内呢目前还做不了这个配件。所以说，国外有些时候呢，技术都处于过剩状态，你说我们怎么去超越？所以说，落后呢就要挨打。你也别说别人欺人太甚，像瑞士的斯达拉格、德国的杜普莱恩，你花多少钱，别人都是不卖。虽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机床使用市场，但是呢，我们